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7月7日公視台語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咱先來看今仔有啥物新聞重點。中國7月7日開始實施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無國籍個地點的限制。陸委會講支持台灣維持現狀，可能嘛有罪。台北地檢署佇個偵辦詐騙案，查到警官外漏辦案的進度，早是分28個所在所查，先後有一個警官洪勝亞警檢。台北捷運今仔開始開放的登錄國內外的信用卡是用手機仔的行動支付來進站，就算手機仔無電，嘛會當感應。來看新竹縣第8火車頭傳出講有貓仔，互人用手機仔的充電線拔佇身軀頂哦，佮拔甲按，袂頂袂當。警方甲動保團體趕到現場，現場是5隻貓仔，其中有3隻互拔掉的。這貓仔嘛已經送去動保所，所來賣來調查這個虐待貓仔的查甫人。這個查甫人褪把體摕佇塗骹邊仔，有幾啊隻古錐的貓，不離個詳細看，其中3隻攏用手機的充電線拔按。動保團體接到通知了，趕緊通報警方到現場救貓。為啥咧放哦？伊有專用的迄個鎖啊，無共哦。為啥咧放呢？啊，袂該把我偷掉就好啊嘛，咱我也無虐待伊。代志發生佇第8火車頭頭前，這個查甫人講，這個貓是朋友寄伊飼的，因為驚貓走去，才會把貓拔起來。但這款的行為已經有虐待的疑慮。就是他自己都照顧不好自己了，就不應該去動那些小動物。現場沒有乾淨的飲水跟食物，我們也認定他可能沒有辦法，就是把動物照顧好，所以可能就是先帶回這個動保所，讓這個動保所這邊，然後去安置這些那個小貓。新竹縣動保所指出，這個貓經過初步檢查，健康狀況攏無問題。不離個這個查甫人照顧貓的方式無妥當，會去調查看敢有違反相關規定，若有會依照動物保護法處罰。如果構成傷害的話，違反動物保護法那第6條的規定，然後會處3000到15000的罰款。然後這個虐待傷害的話，會依受傷的程度不一，然後有加重罰。動保所講，目前這個貓是暫時安置佇動保所內底，等相關程序完成了，會開放一般民眾來領用。記者劉君和新竹報道。來看中華有一個42歲越南移工哦，2八去二林溪掠一馬，煞失去聯絡。伊嘛佇台灣的妹妹是趕緊去報案，昨佇海邊啊找到人咯，也毋過已經不幸歸案。警消人員駛樹林船佇中華二林溪附近來回敲催，因為有一位42歲姓吳越南籍的移工，講要來這掠野生的一馬毛蝦，但是人卻失蹤，聯絡袂到。拜二，警消救援人員找到這位移工的時陣，人已經無喘氣心跳。一名外籍移工前往二林溪抓螃蟹，到早上8時尚未有消息。本局隨即展開搜救，出動各式車輛、船體、無人機、消防人員10名。經過1天搜救，發現該名移中身影，明顯死亡。消防局表示，拜一接到報案，因出動11位消防人員，3位義消找人。拜二佇永興海埔地附近發現這位姓吳的移工，但是人已經死亡。在地環境教育協會就講，這因為挖出海口生態豐富，不少民眾漁民會來這掠野生的海產，但是要真注意流水的變化。我們這邊就是永興海埔新生地，會捕撈螃蟹，或者是冬天的時候會去抓鰻苗。覺得這邊它算是漲退潮比較危險的海域。因為漲退潮的時間要非常的清楚，或者因為這裡有非常多的溝渠，所以在漲潮的時候，它不一定是從西邊過來，它可能來自於四面八方。目前這位移工發生事故的詳細原因，警方擱咧調查釐清。消防局嘛提醒，即馬熱人若是去溪邊、海邊，一定要注意天氣狀況加海水飽流的時間，避免發生危險。記者楊淑晴中華報道。中國7月7日開始實施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中國若認定講有破壞民族團結，還是講民族分裂的行為，攏會當來依法追究責任，無國籍甲地點的限制。陸委會副主委梁文佳是表示講，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內底有誠濟無清無楚的法律概念，所以支持台灣維持現狀，恐驚嘛有罪。
中國制定的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第7月7日實施，其中第63條規定，任何境外組織也是個人，只要獲中國認定實施破壞民族團結也是民族分裂的行為，認為是依法對責任，無限國籍甲地域。那什麼叫做破壞民族團結進步？那如果你支持台灣維持現狀，或是支持中華民國繼續存在，那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中華民國互不隸屬，這些都是隨時有可能被模糊的概念，然後去套上一個罪名。劉育輝坦白講，這部法律擴大中國對境外的長手骨管轄甲跨境的鎮壓。即馬當着香港的主權刷予中國29周年，香港政府繼續使用中國維持穩定的模式，擴大國安法制，也引發國際關注。用所謂的國安條例，它已經不斷的在擴大這個國安部門的權力。那有一些香港朋友甚至說，香港現在是雖然沒有戒嚴，但實際上是在戒嚴的狀態。學者分析，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凸顯中國的國安法令是假假白了工，也顯示習近平執政欠自信。幾十年來，中國一直強調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宣傳甲統戰是失敗的。習近平對自己執政的沒有信心，那這個時候還要再搞一個民族團結法，強硬的法律來希望大家團結。其實我反而凸顯了中國這幾十年來的努力啊，是一場空。中共是否會透過這種比較粗暴的動作，來去對待台灣的官員或者是台灣的民眾到海外的時候進行相關的政治上的壓迫？相關政府部門必須要提醒國人在出國的時候要有所準備。吳錫埜也進一步表示，安怎透過台灣甲民主國家的制度互相連結，也是甲民主國家合作來防止中國威權主義的擴張，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未來愛關注的議題。記者綜合報道。來看，昨有一隻佇澎湖花樹西海峽中線附近的漁船，去拄到一隻中共的軍艦，對方是無故意刁難，咱國的漁船嘛勢頭就離開哦。迄邊冇甲軍艦翕落來，外界認為這應該是抗俄屬型飛彈護衛艦、自用艦。是到7年啦，這站啊有較風款幾啊個款啊，看高齡案車。按時啊，有出個新婦啊，是安尼加減啊，有影響安尼啦。是，就是無像較早遐爾啊嚴啊啦吼。之前中國的海警船有真濟屆攏下過海峽中線違法執法驅離咱國漁船，也毋過漁民的觀察是認為講，中國的海警船最近無遐爾囂擺咯，認為講這甲咱國海巡署加強巡邏、捍衛護漁的政策，佮捍衛咱的主權有關係。再來看行政院版提出2100億無人載具特別條例，國民黨甲民眾黨嘛提出因黨團的版本，也毋過是回歸年度預算。國民黨的版本立當是變2400億。咱國防部長郭立雄是講，國民黨是認為講年度預算是穩定的財源，也毋過未來敢袂親像今年同款預算的審查一直在拖。行政院秘書長張俊涵嘛指出講，在野黨的版本有違反憲法的疑慮，甚至有可能影響到社會福利等預算。憲法第59條規定，預算是由行政院提出的。憲法第63條規定，立法院議決預算案。憲法第70條更是規定，立法院不得做這個對預算增加支出的決定。在野甲行政院版的無人載具特別條例動落來，家己提出版本。行政院秘書長張順涵質疑，毋若違法，甚至違憲。其中那邊攏發聲講，可能登去年度預算。國民黨版擱在歷年2400億，甲經濟部列作主管機關。國防採購那個本來是國防上的需要，支持產業的發展哦，那個當然是經濟部來負責哦。那針對這個部分，事實上說老實話，我們都表達歡迎。不管你是用特別預算也好，年度預算，我們都歡迎。可能我是要請國民黨要能夠釋疑啦，就是說，當真的提出這400億的這個預算的時候，他是不是毫無意見的，一定會全數通過，還是說他會像審今年的這個預算一樣，他拖延審查，還有他甚至有在大看。針對南亞自編自審，國防部長郭立雄認為已經明顯違反行政甲立法的分離原則。
因那頂禮拜6月28，行政院辦無法度復位的同一時間，國會訪美團也登佇華府的最後一場見面會。毋過，其的立委說謊指控，只有機會甲美國頭批評南北當軍國。毋過，國民黨的立委羅斯堡是出來說影仔講，其實大家攏有共識，愛展現團結。不管是在任何跟美方的座談、會談，那都是遵守着一個最基本的共識，那就是原則上是只引述自己的意見。大家政黨有不同立場。那到國外去，我們就要展現一致團結啊！我看到各個委員大概也都往這個方向。在野黨的人士，目前有多位都到國外去，都說了很多支持國家的話。我希望這個是內心話，而不是場面話。行政院長杜英泰重新強調，無人giải雇採購特別條例是咧補強進前的國防採購特別條例的不足，用特別條例是因為伊穩定而且久長，佇預算法的規定對一般預算影響是上輕的，強調行政體制運作也是真重要。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立法院的教委會今仔審查運動部115年的預算，總是有風聲講部長李陽要辭職咯。早起李陽是講伊有聽到這個風聲，伊嘛驚一條，強調講伊無要辭職。民國亞運9月特別舉辦，運動部嘛已經把選手名單交予籌備會。這屆計共是有482個選手要比30多項的比賽。7月1日，立法院教委會總算審查運動部2016年的預算。拄開始，民進黨的立委吳思瑤照庭書發言，要求調委國民黨立委羅定偉說明，是安怎要做教育部長鄭英耀請病假去複選。循程序請假，事後卻被這樣秋後算賬，而且是跟事實毫不相干的錯誤的說法。曾部長說他現在的身體不好。但是呢，我們看到沒有啊？備詢一條蟲，地方一條龍。預算也未審就先燒錢，李陽甲運動部的官員敢若會當點點啊聽。不過昨暗雄雄傳出李陽想要請辭，這時媒體就來訪問，想要聽本人的講法。我也是昨天突然晚間收到這樣的訊息，我自己也是蠻錯愕，但目前應該是沒有這樣的打算。李陽講，目前無要請辭，有行政院長杜英泰支持，會繼續盡本分。針對明國奧亞運2個月過了後，起稿也會盡全力幫助選手。處長洪志昌是補充講，本屆亞運組團會有超過150位教練支援參賽的運動種類。因亞運參賽的選手有482位，其中處長有2位女選手。因為你選手在2次的資格賽，最好的選手是第7名跟第13名。那男選手的部分，最好的成績都在16名以外，讓能夠進到前8的女子選手也列入在這一次亞運的代表隊裡面。頂一屆杭州亞運摕19塊金牌，出輪出兵就摕7塊。不過明國奧亞運是無甲伊列入去比賽的項目，運動部表示真可惜。另外，這也是李陽擔任運動部長的頭一屆亞運，李陽無回應要摕幾塊金牌的目標，閣再表示成績交予選手甲教練，運動部會做因的靠山甲因支援。記者綜合報道。國泰世華銀行前董事長郭明鑑閣兼任世芯 KY 的獨立董事，引起爭議。今仔日立法院有立委的質疑金管會，若拄到公司的獨立董事是以前的老長官，就會給放放。也毋過金管會主委潘金良是強調講，金管會只有監理官，無老長官。國泰世華銀行前董事長郭明鑑因為兼做世芯 KY 獨立董事，違反利害關係人投資的問題，雖望講郭明鑑已經請辭，毋過國泰投信佇咧規個案件補償的金額，要是關閉9億，超過5萬個人受影響，就愛國泰投信的資金吸收。規個案件嘛變作是拜三立法院財委會關心的重點。斷訊造成有投資者的損失。監理沒有擺爛，治理確實失靈。各個公司不管哪家公司，它都有規定說多久要申報，比如說你都要申報，但是他們沒有落實這件事情。他為什麼沒有落實他們自己的規定？這我們要來檢討。有立委就認為，國泰金和投信的代誌，顯示金管會監理有問題。治理失效，金管會主委潘金良就表示，針對重大拄到的通報，有重大影響性、時效性。
甲拄到性，金管會就會收集資料，和通報單位做資訊的交流。外界質疑金管會無咧做代誌，甲實際講法無符合，因為金管會已經要求3擺，愛公司補充資料等作為，嘛有進行金融檢查。金管會政治局就表示，投信若是違反內部控制，上懸會當罰300萬，上嚴重會當撤銷證照。還佫立委質疑金管會是毋是因為國泰金有前金管會主委王麗玲等老長官，才唔敢動手？這些都不是我的老長官。我也跟同仁講過，我們金管會的老長官不是你的老長官，是底下的人的老長官啊。我也跟我們同仁講，金管會只有自己是監理官，沒有老長官。國泰金控監理的情形，裴金龍就承諾已經愛投信告公會，要求各業者全面清查董事兼職的問題，避免違法。在咧金融檢查內容當中，嘛無排除玉起哩金控和國泰世華銀行，也若對退休的官員做獨立董事還是董事，嘛會進行管理。記者綜合報道。台北地檢署在偵辦一件假投資詐騙案的時，意外去查到刑事局公關系研究員劉宗麟，還有前新北市刑警大隊的小隊長李金良等8個警官涉漏辦案的進度，總是大動作來進行搜查。李金良、洪姓阿警局、劉宗麟等人是交保。搜查行動個會繼續，目前是了解講，這案是警政署督察室主導，主動報請檢方來偵辦。警政署的高層嘛強調講，已經嚴查嚴辦。警方執行搜查抓回來的這名查甫人，攏是警界家己人。在今年5月，才向約談的刑事局公關系研究員劉宗麟，這屆又閣涉入其中。毋但伊對刑事局、台北市警局、甲新北市警局檢警大動作約談8名警官甲警員，有刑事警偵查員顧修堯、台北市警局大安分局小隊長蔡仲華、南港分局小隊長沈玉婷、信義分局偵查組李光偉、敦南派出所警員柯義如、新北市警局的民防管制中心股長蔡明俊，甲頂部派出所的警員李金良，涉辦多數警察先後攏以20萬交保，今日李金良互人升壓禁見。警界閣部署警旗風波，檢方發現新北市刑大偵辦的一起國內黑道主導的投資詐騙案，多名警察涉嫌接受招待、參加宴會、閣收禮，利用人帶念舊情，探聽案情進度。尤其李金良做一個承辦員，較早的中官，互人指控烏西要求部屬莫親密對查。有上銬。一名穿白衫的細地查甫人，就是關鍵的中人，伊是餐飲集團的負責人，和黑道甲警界人員攏真好，互人指控委託來收錢啊，先後趕快互人升壓禁見。偵查秘密的問題，即使是我們內部的同仁，也要做某種的限定。就像我們去查詢相關的資訊系統，這個查詢都留記錄嘛。那今天有人其他跟本案無關的長官或朋友來問這些事情的話，其實有類似有這個登記制度。警察涉嫌不法，警政署回應內部主動發現會自稱員警的風氣，專案後續會向貪污、涉密、個資化等等的方向偵辦。記者綜合報道。秀拉路高雄市政府昨暗是啟動青春專案，進行聯合稽查。高雄17個分局是派出749個警察來擴大臨檢，嘛查到6件食毒塞車，有1件食酒塞車哦。嘛有少年人食毒塞老爸的新車出來，去互警察抓到。來，麻煩證件哦。看到員警全副裝備行入來臨檢，民眾業配合提出證件，極對新婚。高雄市30暗時啟動青春專案，前往少年朋友愛去的5、6場所安排看局處的聯合稽查。其中高雄市17個分局攏總派出749名警力，在咧重要的路口擴大臨檢。警方表示，學校開始曉抓這個為期2個月青春專案，頭一個重點勤務就是毒品的防治，呼籲青少年朋友曉抓嘛愛健康生活，千萬唔通去搏流毒。毒品的犯罪，以及暴力的犯罪，以及所謂的財產的犯罪，以及性與家庭的犯罪，這4大工作主軸是我們本次今年度的一個工作的主要項目。比如說求職，比如說在這個海邊遊戲，或者甚至是在交通，那麼消費、電影院，那麼等等，那麼我們都要保持尤其是不要被受到詐騙。這擺擴大臨檢，在咧仁武、臨橫、前鎮等地區，攏總查到6件食毒塞車，1件食酒塞車，有7台轎車甲奧多拜共當場扣車保管。其中仁武分局員警巡邏時，發現23歲姓李的查甫人塞車違規甲砸落來門，那車頂有炸毒品，快胎1件，又閣是食毒塞車。右轉彎時未依規定先駛入最外側車道，
遂上前攔查，查獲駕駛李姓男子持有依托米紙煙彈及霧化器。犀利的查甫人食毒西老爸車出來拍走，互警方掌到。除了人愛上班以外，這台無夠1年的新車嘛愛靠牌保管。警方呼籲家長愛加關心囡仔現在生活狀況。除了毒品以外，親像做臨時工，也是去耍水佚佗，攏愛注意自身的安全，避免發生危險。記者柯家族、柯兆陽、高雄場報道。來看台北捷運今仔開始開放會當錄國內外的信用卡，賣當用手機仔的行動支付，就算手機仔無電腦，賣當來感應入境站。有民眾就反映講，這實在是真利便。台北捷運嘛統計早起3點鐘爾，用信用卡坐捷運的都5000人次。等超久可以這樣講，對，但是這方面很多啊，不然每次要套悠遊卡刷或用悠遊付，我覺得還蠻麻煩的。我們今天的交易量可能會達到2萬人次，哦，也就是在過去的交易量的2倍到3倍左右。我們沒有辦法如同儲值卡一樣，哦，在上面注記旅客的搭乘次數跟累積的金額，哦，所以在技術還沒有克服之前，這個要常客優惠回饋的功能是沒有辦法實現的。目前T-Pass 通勤月票嘛是閣無法度用手機仔來錄，只當用卡片哦。台北捷運是表示講，閣有一寡技術上的問題，需要閣繼續來解決。再來看台北市超過30棟無電梯的公寓有8萬外棟，對老大人來講是真無友善。台北市政府舊公寓裝電梯的補助上濟是當補助到480萬，其中9萬案嘛宣布講會閣來放入申請的標準，鼓勵舊公寓攏來申請起電梯哦，讓老大人的活動會當愈方便。無需要閣行樓梯8懸8低，電梯起落去就使行到門口口。住佇老公寓的居民單小嬌講，以前厝內底的老人因為行動無方便，無法度爬樓梯，就干來使踮佇厝內。後來因去申請台北市府的電梯補助，電梯起來了後，厝內底的老人閣會使逐禮拜出門去買菜。啊，你若無電梯吼，完全攏袂當出來，就干來規佇厝內，都規範人的意思共款啦。啊，即馬像我家己厝的老人啊，即馬出門一禮拜會當去市場去2工去買菜。係買伊家己食的物件呢啊！台灣已經進入超高齡化的社會，老人人口超過450萬。根據內政部的統計，台北市超過30年而且無電梯的公寓就8萬外棟。對住佇樓頂的老大人或者是行動無方便的人來講，要出入都真困難。針對這個問題，台北市府自2015年開始推出補助舊公寓起電梯的政策，目前有100多件已經申請通過。逐戶安尼去問，有誒我就家己住家己的樓梯，就有人無同意啊。哎呀，要簽嘛，有誒無愛簽啊。哎呀，到尾啊，阮就甲一半了後，爾阮就送件。台北市政府指出，只要公寓起超過20年，是6層樓以下，而且當作厝體來使用，超過一半的住戶同意就會當申請。補助金額會使到300萬，若是符合途徑證件或者是特別的地區，上懸會使摕到480萬。未來放寬相關的標準，也就是我們會針對家戶的身份。也就是如果家庭只要有一位是65歲以上長輩，或者是育有3歲以下孩子，也或者是行動不便的身障朋友、低收入或者是有長照需求，我們就把整個補助再提高。台北市府表示，政策推動的過程中有接到民眾反映條件傷嚴格，或者是為了起電梯取消法定的停車位，就閣愛納一筆代金。未來會將代金取消，賣甲條件放零，希望鼓勵民眾起電梯，讓大家生活閣較利便。記者桂宗林、曾俊佑台北報道。來看全國前10大旅遊都來歷是佇高雄，市政府嘛依照人口的變化來做調整，有18萬9千個人是換無共的旅。也毋過最近是有民眾怨嘆講，當初是市政府的說明會是強調講，證件毋免換，投票袂影響，權益嘛袂受損。也毋過最近里長煞通知講，愛辦理證件的註記實在是真麻煩。高雄市的民政局是表示講，註記是針對個人資料變動來做登記哦，無註記嘛無要緊。高雄市行政區里長調整今仔日正式起稿，其中高雄第2大里也就是佇美術館附近的大里龍水里嘛完成整併。這個調整主要是因應人口變遷，讓里長的規模會當更加平衡，提升行政效率甲資源的分配。不過現任的里長認為實在是無這個必要。如果為了這個多這個10萬，讓這個里多10萬，你才把這個里分成2個里換，那倒不如你就不要分，你就給我20萬就可以了。
李斌認為，原本的李運作已經真慣勢，煩惱理解改變了，可能會影響地方的認同感，嘛會較保險的利便。兩邊的話，我們現在里長就在那邊啊，就另外在北美術那邊。地域上可能就變成會有一點讓我們覺得是次等的感覺。民政局表示，民眾就算唔換身份證嘛，無要緊，未損害到伊應該愛有的權益。不聽也沒有關係，因為那個資料都已經同步給所有各縣市，通通都已經完成作業了。雖然大家對整編有無同意見，不過居民甲里長攏表示尊重市府政策，期待整編了各項的行政服務順利交接，讓地方的發展更較穩定。記者綜合報道。國際新聞來看，美國的最高法院昨是以6比3駁回總統川普要限制出示公民權的行政命令，所以會維持佇美國出示就是美國公民的憲法保障。川普嘛遂公開呼籲國會透過修法來改變這個出示公民權的制度。另外，最高法院嘛維持各州禁止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女子運動比賽的決定。美國最高法院3日針對出行公民權議案進行宣判。法院以6比3否決美國總統川普限縮出行公民權的行政命令。消息指出，在法院外口等待結果民權團體歡呼聲量真大。This is a fight of who belongs and who this administration wants to erase, and we won't let them do that. No. The notion that goes back more than 100 years, and the Constitution couldn't say it more clearly. If you are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are a citizen. 蔡國書引用憲法第14修正案，甲最高法院1898年的黃金德案，明確指出，制憲的時並無規定只有公民，也是永久居民的囡仔才會當得到美國籍。川普在2025年就任了後，隨着索岸移民政策，透過行政命令要求各政府單位，未當向非法居留美國也是有短期簽證者所生的囡仔，合法承認因合法公民身份的文件，想要終結出生地公民權的法權。也毋過煞遭到最高法院否決。法學專家表示，這項裁決是對川普行政命令的強烈回擊。The Supreme Court today reaffirmed a long-standing principle that every baby born on U.S. soil is a U.S. citizen. The majority of the court reached this conclusion on constitutional grounds, and today's decision marks a striking rebuke against President Trump's executive order that purported to limit birthright citizenship. 也毋過，佇另外一項由跨性別學生提起的跨性別運動員案中，美國最高法院是維持各州禁止跨性別女運動員參加女子體育比賽的決定。雖然大法官佇憲法平權的爭議上意見無同，也毋過有關同齊認定無違反平權法，面對這一絲前沿的指標性裁決，川普發文批評法官誤解歷史，佮強聲會透過國會立法反擊。對維持跨性別禁令的裁決，川普是俄羅這是保護女性運動員公平性的重大勝利。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來看巴基斯坦東部一間私人的補習班將厝頂綁起底死14個囡仔，各5個人受傷。罹難的學生是對4歲到16歲攏有，大多數攏還未9歲。巴基斯坦東部城市一間私人的補習班，3日發生厝頂崩塌的意外。迄時，工仔人把足儕重的物件放佇咧厝頂，當咧修理這棟厝的厝遐。毋過教室內底還閣有囡仔在上課，厝頂雄雄塌落去，跌佇囡仔身上，造成14個學生死亡，5個人受傷，包括一個30歲查某老師，也若有救到學生囡仔。年齡是佇咧7歲到11歲之間。救援人員和民眾趕到位，用鉛筆啊、和雙手、烏塗和瓦皮啊，希望會當找到更較儕活的人，也是受傷的囡仔。看到家己的囡仔發生意外，家長佇咧亡者的遺體邊啊，目屎是忍袂煞。सब कुछ पता था लेकिन क्या करें मजबूरी थी हमने कहा चलो करीब है घर के करीब ही है क्या इतनी दूर जाना है हमने ताकर इधर करीब आंखों के सामने रहेगी कोई भी मसला होगी मम्मा घर पे इनकी वो खुद ले भी आएगी छोड़ भी आएगी 在地教育部長就表示，這間補習班是私人主體，專門給散車囡仔上課。毋過無註冊，警方佇咧社群平台承諾會展開調查，而且表示厝主甲建築嘅包頭兩個關鍵嘅負責人已經互拘留。醫療人員就講，這個崩塌事故過身嘅學生囡仔年齡佇咧4歲到18歲之間，
其中大多數無到9歲。巴基斯坦總統扎達里嘛表達哀悼，總理嘛發聲明，希望受傷的人會當早日恢復，而且指示相關的部門提供醫療援助。法新社就報道，厝頂含建築物倒塌的意外，佇咧巴基斯坦是足接看的。去年7月，南部的散車地區嘛捌發生5層樓高的建築倒塌去，造成27個人死亡，10個人受傷。公視新聞沈樂培編譯。再來關心委內瑞拉大地震死亡的人數嘛已經增加到1943個人，有超過1萬人受傷更有5萬人失蹤。搶救進入第6天了，災區傳出講有成功救出一個3歲查甫囡仔。來自約旦的救援團隊利用熱成像技術，6月30日的委內瑞拉首都卡拉卡斯的協會仔內底，成功救出一個受困6天、敢若3歲查甫囡仔。這囡仔雖然出現脫水，不過生命現象穩定，已經轉去附近的病院接受觀察甲治療。在地震發生了後72點鐘，互人講是黃金救援期，也是生存率的關鍵。受困6天，攏總144點鐘，抑閣會當存活，是展現生命的奇蹟。根據委內瑞拉當地聯合國機構統計，目前有來自世界27個國家，總共40個救援團隊佇咧委內瑞拉的災區進行救援的工作，包含2000個軍隊甲160隻的搜救犬，日夜攏咧甲時間走相約。不過也是有家屬對救災效率真不滿。Capital, La Guaira, todos abocados a salvar personas, a lo que uno se dedica, pues, a salvar vidas. Su hijo, Lenin del Yudice. Y no lo consigo para que me ayude o me mande personal para que nos ayude a sacar escombros porque mi hijo está ahí. 委內瑞拉發生大地震到今，也閣有大約5萬個人下落不明。聯合國已經提供大約1萬個遺體袋做準備，這個家屬也是無放棄走病院，希望會當佇大院的名單頂懸看到親人的名字。Que nosotros queremos saber que por favor se comunique con su familia, que en verdad nosotros estamos sufriendo mucho por eso。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已經發起一項5000萬美金的援助計劃，希望會當替未來3個月委內瑞拉50萬的災民提供充足的糧食，以免發生饑荒甲重大疾病。根據美國航太總署 NASA 雷達影像估計，委內瑞拉這間大地震造成全國大約58870棟的建築物毀損。就算首都卡拉卡斯的地鐵佇咧災後第6天已經恢復通車，不過這條中間的路也閣真長，充滿挑戰。公視新聞景元慶編譯。過來消息來看，台南地檢署佇昨昏指揮調查局去搜查前台南市議長現任議員郭信良的徛家和服務處。檢方指出講，郭信良假助理涉使用上千萬的政治獻金，和文教協會專戶，所以涉犯公益侵佔，來向法院申請羈押禁見。台南地檢署偵辦現任議員郭信良涉嫌公益侵佔案，檢察官指揮調查局南基站等單位查到郭信良和姓黃查某助理，在民國107年至111年涉嫌使用政治獻金和文教協會專款非法侵佔超過1000萬，檢調間兩個被告和18個證人，帶登的精神，認定因兩個涉嫌同罪。在7月7日向法院申請羈押禁見。依法因專款專用於法定支出項目及公益項目等款項，金額達新台幣1000萬元以上，涉犯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佔罪嫌重大。其實郭信良食官司不是頭一擺，正前伊捌加入去安南區土地重劃備案，一審予人重判13擔，去年2審並判無罪，目前專案閣咧上訴最高法院。去年底檢方追查光電備案，意外查到伊涉嫌違反回填營建廢土，予人追加起訴。因為伊總是強調家己總情清清白白，到今廢土案也未結束，閣來一件侵佔案。郭信良有可能因為曾經會當選。伊去燃起一些外口傳聞說伊想要選議長，是不是安尼的關係？無一大堆人政治獻金收收咧，開黑白開足濟啦。用這個原因來聲押，我感覺無譜。可以查明真相，
如果無罪的話，原清白；如果證據足夠充分，也應該秉公辦理，避免往政治問題的方向做延伸。郭信良親近台南基站前幾天，嘛捌去南亞和不同的機關消停，順利當選議長。年底大選連立到檢調這陣大規模搜查，引起地方政壇討論。外界攏真關心這波千萬不法的金流，敢會繼續拖燒？檢調目前正咧全面查被告的手機和電腦，要進一步找資金流向到底去倒位。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再來看桃園中壢的警方最近是加強處理中壢觀光夜市佔用電話卡，還有消防通道的打傷，甚至出動拖車直接給他打拖走嘛加強處理夜市附近的違規的停車。少數拖車就放佇電話卡，也閣有扛棒佔用消防通道，引起市區為部分住戶甲消費者的不滿，向警方檢舉，認為犯案行為毋但是妨礙通行，也可能一旦發生火災等緊急突發事件，會嚴重阻礙救災車輛的進出。會有攤販把攤車推出來，在騎樓裡面。這幾天警察來得很頻繁嗎？對。警察來蠻頻繁，幾乎每天警察有來開單，所以比較少人會這樣做。消防通道就是超過就直接開罰，騎樓的部分它是連同一起在取締就對了，然後可能會造成我們一些店家的不便這樣子。所以你有被開單嗎？之前一開始的時候是有，後來我們知道之後，我們移進來之後就沒有再那個了。長期有名的觀光景點中壢觀光夜市，大致攏吸引大量遊客。過去部分違規店頭攏有投機的心理，公然將廣告扛棒、商品甲營業器具放佇消防通道上，使得違規亂象是驚唔驚？中壢警分局最近展開鐵腕執法，每日暗派出警力強烈出地。針對夜市內違規佔用消防通道及妨礙交通的商家進行嚴格取締，並同步編排拖吊車勤務。中壢分局表示，除了對夜市內部道路障礙進行即時清除，發現重複違規者會依法連續開罰之外，也針對夜市市區為道路機車違規停車、並排停車等亂象，加強拖吊加處理。記者綜合報道。屏東縣離島的琉球鄉糞掃清運的標案已經流標15屆了，目前囤1500棟的糞掃嘛已經半檔無處理。屏東縣的環保局早起開記者會批評講，琉球鄉公所失職失靈，嘛強調講若拆設閣標未出去，縣政府就會來協助。政風處嘛來了解流標的原因看其中敢是有妨害做投標的狀況。糞掃一堆一堆，攏積佇小琉球分看場4區位啊，遮個塑膠管啊、鐵管啊，各種的資源回收，話攏囥佇即個分看場的空地啊，超過半年啊。30是鄉公所資源回收的廠商招標，累積第15屆流標，居民攏煩惱這1500棟的糞掃會引起島上環境衛生的問題。較早琉球的分類很切實啦，可是現在都沒有再分類，這很清楚，就規個種夾做起來，就類似。等於是垃圾的意思啊，所以安尼，較人較無法度去清理啦，啊影響到規個島上環境較衛生，就影響到阮遮觀光啊。因為小琉球的糞掃清運屬於地方管理，即佇小琉球島上1500棟的糞掃，琉球鄉長和秘書到初一早起，依然是無接手機啊。記者30實際到鄉公所，嘛攏找無鄉長，因為熱人要到啊，驚影響到居民和觀光。早起屏東縣政府臨時開記者會，批評鄉公所失職。環保局長強烈表示，希望琉球鄉公所佇初七的招標，會當甲糞掃清運處理好勢，若無環保局就會插手介入。那鄉公所再度讓他流標數次，公所自己要負這個責任，因為這個清運費用在全國裡面不是低哦，還有些微的偏高，所以依據地方自治法，琉球鄉公所還是要自己出來解決。那政風處這邊會先調閱了相關的採購文件跟資料。那了解本案招標過程是不是有涉及，及它的流標原因是不是有涉及，有圍標啦、綁標啦，還是妨礙投標等不法情事哦。政風處表示，會針對這15屆流標調記錄來檢查，協助了解是毋是有違法的狀況。環保局呼籲，希望琉球鄉長陳國在趕緊將糞掃清運解決。若是初七個流標，縣府就會介入協助清運，但是清運費用就會由縣府這邊扣除。記者柯明哲，屏東報道。
來看台東的知本濕地哦，是國際認定正重要的野鳥生態地，有超過200種的島鳥。有民間團體就指出講，因為縣政府錯誤的排水工程，讓這個濕地哦變甲大窟窟。伊嘛呼籲講，縣政府就要馬上引水回流知本濕地。台東知本濕地原本有豐富的鳥類生態，今嘛卻變甲大窟窟。民間團體指出，今年2月底才把後悔燒過。拖燒61公頃，4月台東縣政府閣因為社馬間大排延伸的工程，做出無適當的排水設計，致使溪水袂當自然流入去濕地，害濕地變作橫坡，嚴重破壞生態。因為這邊是農田，這邊是濕地，所以你土牆只需要建在農民的旁邊。如果是遇到強降雨的時候，假設濕地的水位已經有到一定高層的時候，我們再透過慢流的方式流出去，但是他現在的做法完全違反協議，剛好相反，就是不讓一滴水進到濕地裡面，全部都是經由這個延伸的大排工程，然後就排到海裡面去了。也有專家指出，知本濕地是獲國際認證的重要的野鳥的棲地，超過200種以上的島鳥佇遮生態，有真豐富的自然環境甲生態。知本濕地排水工程不但影響生態多樣性，也會衝擊當地的農民甲原住民部落的生活。那知本濕地呢？它其實具備有國際級的一個生態價值，那又有豐富的一個部落的一個文化跟歷史。這塊土地它也記載着荷蘭人跟卑南族卡大地部族人他們相遇的這樣很珍貴的南島文化的一個資產。有學者表示，知本濕地原本就有治洪池的功能，今嘛卻因為排水工程，讓田地甲濕地增加海水倒架的風險。民團呼籲中央主管機關、地方政府愛須檢討，讓治水、經濟發展甲生態保育3方面攏會當平衡。記者郭玉琪、王志光台北報道。佇台東的知本濕地哦，前一站閣翕到講有工程業者甲廢棄物等佇遮。縣政府表示講已經去報案咯，嘛呼籲民眾哦，就唔通甲知本濕地附近當作是糞掃場，嘛講會嚴格來執法。台東縣知本攬仔地和4棵位仔佚佗用地，逐年攏會發生大面積的火燒，疑似是去用燒廢棄物才造成的，一直查無是誰做的。外界就批評縣府無用心咧保護環境，即馬知本佚佗的所在草埔內底，四界攏會當看到紅烏白蛋的廢棄物，什麼黑王啊，彈簧床啦，沙發椅啊，都亂丟。我也有看過有車子就是整個後斗板的進去，然後空着出來。縣府今年加強知本攬仔地和4棵位仔環境維護的執法工作，已經請保全業者巡邏清理，而且設電桿排查到底是誰烏白蛋。頂個月就翕到一隻吊車載一大批工程用的廢棄紅爛，等佇咧山的草埔內底，因為數量真濟，面積閣真大，縣府已經報警，要以刑罰插針罪，會當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50萬以下罰金，嘛要甲這個人告。陸續發現有多起民眾疑似去棄置廢棄物，那還有棄置營建的紐澤西護欄。那目前呢，我們已經向警方報案。縣府表示，200多公頃的知本攬仔地和4棵位仔的環境，要維護管理真無簡單。今年開始，縣府會加強監視、巡邏、取締，請民眾和工程業者唔通閣烏白拼，若無會以廢棄物清理法，還閣有插針罪，移送法辦。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宜蘭大溪新帽山莊步道，一般人講的抹茶山哦，因為步道的工程6月開始封路，11月才會過來開放。也毋過外界是質疑講，也毋是偌大的工程，剛需要封半冬咧。最近哦嘛發生講有民眾行新的路線，結果行唔知路，附近的店家嘛攏真怨嘆。縣政府是表示講，因為這個路真矮，材料攏愛靠人工搬上山，也毋過嘛強調講會量早來完成工程。消防員在黑暗中就外白溪步道救援受困的山友。宜蘭大溪新帽山莊步道最近因為縣政府甲大溪鄉公所工程封閉，預計11月才開放，也毋過封閉到今已經傳出2件山友行新開的外白溪水牆路線，要去新帽登山步道所受困的案件。消
聖母山莊步道由違查禁止遊客上山，宣布都阻擋民眾去朝聖聖母山莊步道。林寶樹就呼籲山野地的民眾唔免着急買票，也毋過想要步道盡速開放的，唔那是山友，要顧山頂的番啊。那這樣大概少幾層？少幾層啊？差8層都有吧？他就暑假這一段就沒有啊。他等到他開的時候就已經淡季了，這樣。不是淡季，它下雨的天氣會比較多。就變成人比較少。番仔感嘆，聖母山莊步道佇響熱大會期間封閉，生理比往年同期少大約8成，也是希望會當盡早開放。前行政院政務委員趙金新也佇面冊發文，這期聖母山莊步道只是小工程，監工袂當鎖定工期，袂當分段時間，袂當假日天工開放，那麼也會當時做安全的替代路線。請民眾在這段時間大概工期大概5個月能夠配合我們的施工避免來到這個地方來進行這個我們的健走的部分。關政府表示，為了防範邊坡路就基礎作業甲材料調運等安全風險，經過整體評估，決定以遊客甲施工人員的安全為首要考量，採取全面防備措施，建議民眾先避免去聖母山莊。目前已經責成廠商在確保品質甲安全的前提之下，積極施工，佮隨時檢討工序，盡力量早恢復通行。記者綜合報道。澎湖大概7、8月份會當掠過賣8公分以上大的海膽，也毋過嘛是有漁民違法。昨昏開放的前一日，澎湖縣政府就查到154粒的海膽，這款違法行為上濟先罰款15萬。塑膠袋內底海膽囥規堆等人客交關。澎湖固定佇逐年7、8月開放捡殼大過8公分的馬糞海膽，有民眾初一早起就到市場準備買來試滋味。腥臭味之類的海鮮的不完全不會，不會就鮮甜鮮甜的。摕到海膽，民眾興趣市扒開來食，閣有遊客專程到澎湖，就是為着要食一喙海膽。儘管是開放的第一天，毋過嘛有點頭表示，今年捡的量比前幾年啊減少2倍，恐驚今年的海膽價錢會較起。前幾天，你看像昨晚又有在報了，又有好幾個偷跑又被抓到了，所以你說量要多要少，其實都有，天氣人為都有。今天早上大概收穫了多少呢？大概100顆吧。大量海膽殼等佇海坪偷竊的狀況，互澎湖野生海膽的族群減真濟。官府佇開放的前一暝，就查到違規甲無做的馬糞海膽154粒。為着要打擊犯法行為，澎湖地檢署6月初3查到的今年第一件違法捡海膽的案件，隔天就起訴求判重刑。今年到目前統計為止，總共查獲了4件違規的案件，查獲7人，馬糞海膽309顆。均移送地檢署偵辦。農業局強調，以漁業法規定，禁採集捡海膽會當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也是並科15萬以下的罰金。呼籲民眾唔通烏白捡，較免犯法，佮破壞海洋的生態。記者綜合報道。台灣的山區常常當看到烏蠅，最近到台電的人員佇中華便道去看到烏蠅。林寶樹的台中分署就辦教育訓練來教講，若拄到蠅要安怎來應用。自動相機翕到，只隻台灣烏蠅佇大甲溪北環南勢部落附近山林找食。另外，台電人員這個月初時佇中華便道一路溪附近做工程的時，也看到台灣烏蠅，趕緊向林寶樹台中分署通報。在這類溪有一個引水的隧道，就是因為我們就是要維持這個取水，那可以增加水源嘛。在大甲溪的右岸這一塊有。這個黑熊生長的地方啊。台電表示，因為熱天較常落雨，不時就要進入山區做設備，也是道路維護來維持大甲溪電廠的運作甲效率。當地是烏蠅活動的範圍，所以甲林寶樹參相關單位合作舉辦教育訓練，針對需要進出大甲溪沿線相關工作人員，上報廠商授課，建立人蠅受堵應變處理的知識。其實它就是在那邊活動。那人呢？人在山域活動的時候呢，我們就是要有基本的跟熊應對的這些知識。林寶樹表示，為2015到2024年間，捌佇大雪山區放10隻台灣烏蠅，也毋過台灣烏蠅並未主動攻擊人，而且表示，包括大甲溪南環、中華便道管制區一帶，原本就是烏蠅的活動範圍，而且最近已經有穩定的族群。目前熊在
大雪山森林遊樂區鄰近地區出沒的狀況，本來其實熊就在那個地方，所以目前看到的地方很多也都比較偏向山區的地方。學者認為，各族群甲受有親戚的關係，也愛進一步調查確認。最近雖然確實看到，猶閣袂當斷定人翕的活動區域相他，民眾除了保持平常心，也愛避免驚擾，才會當減少人翕的衝突。記者綜合報道。花蓮的里溪潭五路船年初因為冰船有遊客墮水死亡，縣政府是要求停業半冬。最近縣政府嘛委託第三公證單位來進行檢驗，嘛宣布講會當恢復營業咯。停業半冬啊！佇咧經過第三公證單位檢驗專家了後，里潭各船仔的店家總算是會當恢復營運。店家和附近觀光業者攏希望會當恢復熱熱遊客滿的情景。完全是靠這個水域活動在養家活口。當然，你停業這段時間，大家都過得很辛苦，苦撐過來。我們希望遊客能夠相信我們，檢驗都合格的船隻，出去玩的話，安心的遊玩。這擺專家檢驗主要是針對在浮的工具做結構的檢測，包括大垃圾和壓力的測試。從5月開始，試180隻船，主要是動力加用腳踏的4人座和2人座的天鵝船。經過檢驗的船，頂頭在浮的工具，攏會當看到白色的水線。可以經過第三方公證單位的檢測，現在已經有105艘，可以進入正式的營運。當然，中間過程裡面，的確有一些的船經過檢驗之後，也經過時代的這個久遠，那也有淘汰。另外，動力快艇敢會造成後面其他船隻安全問題，還有救生衣敢會改造是用灌風的，目前也未決定。外艇一般都是快要到靠岸的時候，會有一個甩尾，那個甩尾那個波浪很大，引起很大的波浪，那個甩尾是很刺激，但是多少都會有危險。出來這樣子要更換新的救生衣。未來如果是說這個中環出來之前政府有這個規定，那業者就可以來改善啦。今仔合格標章是安怎還未達，縣府就表示會擱製作，一擺檢驗維持3天。另外，動力快艇的部分也未開放，有需求的業者就要提出營運的計劃、專家執照、救生員的名單、保險、商業登記等等，再擱予總管處做後尾核定的作業。記者綜合報道。南投縣政府宣布講，日月潭是空氣品質維護區，所以7月初一開始，進入環潭公路的民眾，若使出廠超過2檔的柴油車，就要提出1檔來排煙檢測合格證明哦，無就會接罰單。為着會當入去南投的日月潭，使柴油轎車的紅線士，透早就來排隊要驗車。伊講伊帶一部哩，定定愛經過日月潭。即馬南投政府要求柴油車攏要通過排煙的檢驗，才會當入去日月潭。民眾有的感覺無奈，有的是感覺為着空氣品質會當接受。我帶部哩，隔壁，你定來經過啊。所以你就變到講，這一下我就要經過一下，我就真麻煩。我自己是遊客的話，我也會希望說這個地方來到這個地方是可以放鬆、休閒度假，然後空氣好的地方。為着守護台灣國際級的景點，讓日月潭會當維持空氣品質。南投縣政府宣布，日月潭是空氣品質維護區。按7月開始全面管制檢查，民眾若要進入環潭公路，只要是出廠滿2檔以上的柴油車，無分大細大各用途，攏要摕到1年內排煙檢測合格。若違規，就透過 AI 辨識，直接開罰單，上加罰1000塊，而且若是一直攏無改善，會當罰到6萬塊。進到日月潭的柴油車沒有取得1年內的合格排煙檢驗記錄的話，會遭受到1000元以上的罰款。南投監理站指出，現此時全台灣領有牌照的柴油小客車無到28萬台，這佔小客車總量的3.7%，認為未造成正大影響。環保局嘛希望透過管制來發揮改善空氣品質的效果，共同來維護國家風景區的環境。記者黃秀南投報道。下晡的天氣來看各縣市詳細資料。北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6度；中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5度；南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6度；
東部地區上低29度，上懸34度；華島地區上低29度，上懸32度。感謝觀眾朋友收看《公視台記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明仔載下晡3點，咱再會。